讲到花莲光复这马泰安溪崩山潭做大水，灾前到今是第8天了，造成有18个人死亡，6个人失踪。花莲县长市真为拜二就替这罹难者举办头一个法会，不过过程却引起家属不满。这家属就批评讲，这县长一来到现场，敢若顾互媒体翕尔，拢无顾虑到这家属，也针对县政府拢无通知特例，家属是真生气。 圆通教主。那靠那念这文，花莲县长市政为拜二伫咧花莲水水生命纪念园区替罹难者举办头七法会。哪里仪式啊？家属都在后面啊！哎，他来到底要干嘛的？好，前面摆拍就可以，是不是？ 不过，乡乡有罹难家属真生气，冲出来骂县府。家属表示，花莲县府一阵官员到灵堂了后，无第一时间先关心家属，就家己走去头前念香念经，开始祭拜。受到代志发生的迄天，罹难者家属也是真受气，因为伊的妈妈根本唔知影爱特例。早上我打电话给我妈，哎，我一开始找电话我就打电话给我妈了，然后她说她都不知道啊，哎啊，她一样过她的生活一样，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嘿。 啊！结果下午我再打给他的时候，就接到了之后，已经全部都是罹难了，他就打那个完全没有他那个资讯了。我才刚办结婚而已啊，现在我要办白事啊，我要怎么办？根据花莲县政府的统计，崩山湖灾前拢总造成18人死亡，目前阁有6个人失联，也那罹难者遗体目前先藏伫咧花莲水水生命纪念园区等待火化。 花莲县政府也启动一户一社工的机制，提供罹难者的家属必要的协助。阿公行头伊来去医啊，好不？社工带阿伯去抓人，因为拄则才已经向阿伯开工1点钟。这是伫咧光复乡的大前国校内底所设的安心关怀站，内底也有心理师会照三顿去关心住伫咧收容所的200位居民。现在的话，比较像是我们开始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白天灾民会回去家园重建，那留下来的就会是一些像老人、小孩、或者小孩，他们比较不会主动过来。 好，所以我们会主动出击去关心大家。除了提供抓人的服务，现场也有提供加头毛、唱歌等等的活动，就是希望灾区的居民心情会当放轻松。另外，针对罹难家属的部分，关怀站表示未来会继续观察，继续追踪因的身心状况。以上是记者第2选柯敏哲伫咧花莲的采访报道。